头所等的台湾来看，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竞选是真激烈。这个立委区议员林岱华、柯志佳甲罗瑞良拢要来参选。啊，区议员的竞选办公室昨来成立，有风声讲市长陈其迈将要来担任着区议员竞选总部的主委。结果柯志佳甲罗瑞良拢讲迄是谣言，都参区议员本人嘛讲无迄个代志。啊，陈其迈的幕僚第一时间嘛回回讲，迄是假消息，讲陈其迈未来介入着初选。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竞争真激烈，红看做是新潮流派系柯志佳甲罗瑞良拢有意思要出来选。两个人今仔日拢伫高雄参加花莲大罢免活动的记者会。好，加油加油！罗瑞良一到现场就无用甲其他人互动翕相，明明柯志佳就徛伫边仔，两个人拢无小照问。高雄挺花莲。罢免大成功！大家做伙翕相的时，中国徛两个罢团的警官，但连红彩虹的时徛斗阵也是无互动。高雄赢，胜利！前一天，赶快想要选高雄市长的立委区议员，成立高雄的竞选办公室。不过风声讲，高雄市长陈其迈将要担任区议员竞选的主委，柯志佳甲罗瑞良拢讲，迄是谣言。不需要再刻意放这样的一个烟雾弹啊，甚至去误导视听啊。事实上，其迈市长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他是整个高雄的公共财，有心人刻意的造谣、刻意的放话，我想可以停止的。分明就是有人造谣，不会是事实。其迈市长从以前到现在到以后，都会是扮演着这个摊口的角色。区议员也出面解释，赶快强调陈其迈被介入初选。市长只是昨天也主动的来澄清，我想以陈市长的高度，在初选的这个阶段，他不适合也不会去介入整个初选。竞选办公室成立那这段期间呢，没有提到陈其迈市长会担任主委的这个部分。市长陈其迈幕僚第一时间也表示不可能，迄是假消息，强调会保持中立，支持每一个参选者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